各位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我相信好有啲嘅準時收看《福喜來咧》嘅鄉親朋友，聽到咗啲《福喜來》非常重視大家嘅食安嘅問題，故所推薦嘅當到也友善有機嘅小農家頭嘅農產品俾大家。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樣愛同大家來分享呀，這個無毒嘅雞、肉雞哦，啊，大家就想要食到空天啊，呀，雞就是我們高蛋白的攝取來源，故所大家會非常重視，上來雞係樣板肉出來嘅。啊，唔過今日嘅來賓嘅知道有一些無窮樣，佢係桃園大海來嘅，其實也沒客家人，啊，唔過佢嘅人係有非常多嘅客家人。先來歡迎佢，來歡迎下東後生嘅李維明 David， 歡迎。大家好，我是天意農莊的 David。我先前是在國外讀書，那因為種種的原因呢，回到了台灣，經營了這樣子的養雞事業。那很希望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養雞的一些過程跟食品的一些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內容。哇塞，好後生哦，我說好年輕哦。就是跟我們以前的刻板印象其實不太一樣，有一類按後生嘅人，然後來養雞。對，真的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而且剛剛還有聽到，外國進來哦，從國外回來的，對不對？然後還這麼年輕就願意回家來經營自己的農場。雖然歌唱底度都懂得困難，還有懂得故事，等下就都得來分享。啊，唔過輕鬆又嘅嘿，我是吃貨啊，所以一開始我當然要來吃東西啊。先請 David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的這個天意農場裡面，你們有什麼樣的產品，有什麼樣的東西？好。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所以首先有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是雞蛋，對，我們的雞蛋是放養的，是放牧的，在外面，在山裡面、山澗裡面。故說給他出去，都不會可以去散步啊、跑步啊，很健康的雞，很快樂。回家想運動就去運動。那他們吃的呢，就是我們自己的調配飼料，再加上有牛樟汁的萃取在裡面。這個雞蛋我覺得好像比 M 品種是看到嘅，它大小不太一樣。對，有大有小。對。哦，為什麼會是有大有小？所以因為有大有小，就是放牧雞蛋的一種特色。因為雞它會到處亂跑，對，那有些會去吃料，有些會去玩耍，就跟人一樣，很多人想要在外面玩，那所以就會造成有些人吃的比較多，它可能蛋就會生得比較大顆，那可能吃比較少一點，它就會蛋比較小顆。所以做在同泰高來公司算是放牧雞蛋的一個特色，對不對？那除了雞蛋之外呢？是。所以我們後面還有滴雞精，滴雞精就是為了調養很多像是辛勤的勞累的工作者。那我好像很需要。沒錯。那還有就是開刀復原之前前後，那加上孕婦在孕前孕後都可以去做調理，再加上是銀髮族的長輩們，他們希望有一些健康的身體可以保健保養，其實都可以做這些補充。滴雞精，然後除了滴雞精跟雞蛋之外，然後現場看到有兩胎盤嘅雞肉。沒錯，這是重點戲來了。對。那不管生的或是熟的，其實我們都有在努力往這個方向前進。哦，對，生的熟的都有，所以生的也是有類似什麼真空包裝類的嘛？是，沒錯。生的就是真空包裝，切好。有切好的，也有沒有切好的。哇！也有切好雞胸的、雞腿的、雞翅的，就根據客戶的需求，或是他們想要烹飪的一些料理方式，那我們就提供這樣子的產品給他們。所以上嘅咩係乜嘅，唔講你乜嘅喜酒雞啊都有。所以即使我今天是我要拿來拜拜的一整隻雞，我也可以這樣子。沒錯，沒錯，也是有的。那品種上面是不是也有不同？沒錯，所以我們在桌子這邊上面可以看得見。對，在那個是電視機的右邊。嘿，這邊比較看起來比較角黃一點的。對，它角有稍微比較黑一點的。哦，角黑一點的。那它目前是我們交給比較多閩南餐廳主要比較喜歡的。它叫做什麼雞呀？它的品種叫做黃金雞。那我們也稱它為歐里雞，就是你們這個歐里雞。對，我們的歐里雞這個品牌。是。它吃起來
唔会有给出手，就是腥味，它完全没有那个腥味，没错。然后皮虽然看起来是有点厚，但咬起来是脆的，它不是油腻的口感。没错。就是有油的感，油脂的感觉，有油脂的滑顺。不过唔会那个，它不会让人家觉得有腻口的感觉。这个很重要，因为鸡肉太干也不好吃。没错。没有油脂也不好吃，所以它叫欧里鸡。没错。那它就是鸡的香甜，其实就来自于它的油脂。原来是这样。那另外一个看起来跟欧里鸡有点像。但是一冲某嘛跟熊庸其实不一样，对不对？是，它是不一样的。对，它叫做斗鸡。那斗鸡就是客家人很喜欢的，那它也就俗称叫客家土鸡。对，这就是我从小到大吃的那个，好好吃。没错，所以大家很喜欢把它沾鸡酱来吃。那它的口感呢会稍微比较扎实一些。对，相比起来，刚刚我们吃的欧里鸡，跟肉吃起来它嫩，对，然后比较有弹性，对。但是呢，相比起来，刚刚吃的这个是斗鸡，对不对？它赶紧它加色嘞，吃起来就是它比较扎实一点，口感比较坚韧的感觉，比较扎实。对，按用给感不够。但是我觉得你的鸡肉吃起来真挺痛哎。印象当中塞某 Q 用，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吃的鸡肉是哪边来的吗？其实我们就是去市场里面买。是。但其实市场尤其黑也甜，夏天的时候太阳这样一直晒，曝晒在外面，我们回家煮完之后，其实鸡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味道在里面。这是我们以前吃到的鸡肉，但现在因为有一些冷冻的技术啊，还有整个冷链的运送的技术。用生起来给肉整给黑给它最原始是甜的味道没错，好好吃哦。所以其实不要说冷冻的鸡肉不好，冷冻的鸡肉搞不好也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新鲜，对不对？真的。然后今天还有带来同阿 Q 们跟我分享的，就是七嘎给阿婆粥给你阿嬷做的。没错，这个就是阿嬷的私房炒鸡肉。阿嬷的私房炒鸡肉是用什么炒的？所以里面呢，就是首先一定是要鸡是很香甜，那一定要有油脂，它才会让它里面的口感是很润在那个鸡肉的里面。那再加上酱油。然后再加葱姜蒜的辛香料，有点像三杯的做法，有点像三杯，但是阿嬷又添加了一些五香再加了一些它的私自的调料，好好吃哦！你要不要把它做成料理包啊？我们努力把它做成料理包，我想敲碗呢，真给浓厚生，因为呀给又没懂葱用是有那个肉质的弹性的感觉，它是很有嚼劲啊，韩国又不会卡牙缝，这很重要。有时候鸡肉太涩就会卡牙缝，对。那不够养给唔会，然后阿嬷的技术又很好，炒起来很入味的感觉。不只有这些生鸡，还有熟鸡，对不对？熟的鸡肉也是各种需求都有嘛。熟的部分其实就是目前正在努力的，就是阿嬷的炒鸡肉，希望可以把它推广给大家。那再来就是白斩的鸡的部分，希望可以让大家吃到那个鸡的最原始的香气。所以你们的白斩鸡没黑切后剁后，回去大家不用自己动手的。对。哇，这样很方便。没错。因为像我们住我苗栗人嘛，苗栗人，人家他带到台北，我住台北了，你个周哈就是小小的厨房，我不可能买一个像是我在苗栗那个用树干切成的那个大砧板，还得拿一个剁刀在那边剁，我怎么可能啊？所以有这样子的方法，有这样子的服务，其实对于很多住在都市的小家庭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对，大家应该都很喜欢。然后现在还有料理包。对，哇，今天好多东西可以吃哦。这个料理包是鲜炒鸡汤。鲜炒鸡汤。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用最原始的鲜草，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推出。那它是可以有温补也算是凉补，但是它是里面可以很顺的可以喝下去。那烹煮的部分呢，又是非常的容易。所以是把配料都准备好。对，只要转豆腐卡，可能电锅就可以了。电锅就可以，而且这汤也太好喝了吧！就是仙草已经都熬好了，它就是冷冻起来的一包。那再加上我们的欧里鸡腿肉，那我们只要把它全部都丢到电锅里面之后，外锅2杯水。
跳起来就可以喝了。我已经想开团购了，真的，因为你吃到你甜水也懂捏啊，不过有时时会觉得很想要喝个热汤，但是喝个热汤你又不能喝太燥的中药。对，古时候牙的时节喝啉下咸臭给，就会清清凉有推否。韩国最重要的是，你全部就留给皮后哎，真都不卡，不用到天荒地度 Kim 一哈，等1个小时或40分钟，差不多就好了。没错，对不对？真的很方便。一碗热腾腾的汤。对呀、啊，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没有喝到的鸡精，这个鸡精，哇塞，它是低精。低鸡精没有油脂哎。对，但它是经过24小时的淬炼，那我们是拉长它的时间，那把最原始的鸡全部都放进去里面，不加任何一滴水，那它是最原始的呈现。这个鸡精的味道我没有喝过哎。它喝起来已经鲜甜到有一些的冲柴鱼熬的高汤，让我觉得蛮惊艳的。它即使某拿来养身体好了，你拿来当做是高汤的高级高汤汤底，太高级了。对，我觉得味道也很棒。古时候你看到一类暗黑上83年次嘛，对不对？我可以在电视前面说吗？可以。因为真的很年轻，其真都不卡经营气感给农创，韩国州都同传统嘅毛嘛嘅共用，还有东东都用一种睇下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仲一群阿權妹，今日阿權妹親友後福吼，所以嚟動到東西，因為今日邀請嘅來賓係親後上嘅這個天意農莊的 David 吼，佢同大家來分享佢到農場地度學嘅雞卵，韓國有出產一條雞，韓國一條雞都係本大家輕鬆片，很方便就可以拿來吃，甚至還有這些料理包啊，上新撒下了，還有韓卡多韓禮片嘅服務。啊，唔過大家認識嘅東東認為是呀，內部比較講像是雞筋、雞胗，就是大家非常喜歡吃的其中一個雞內臟。對。这也是你们在冷冻包有在出的吗？内脏服务，没错，也是有，哇！但是它会是生鲜的部分，生鲜就是转都不卡2-7可能烫过啊，对，只要烫过就再自己煮。对，像这个就是烫过的鸡胗，没错，这就是烫过的鸡胗，之后再做切片。对，那它其实食用方式上面其实非常的容易。切完片之后，这个酱料里面呢，其实就是酱油、酱油膏。然后葱姜蒜的辛香料，再加上香油，对，就这样，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因为这是刚刚David 在进来摄影棚之前才调的啦，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酱料，是，然后淋在烫好的鸡胗上面就好了。它用豆上去，然后需要把它搅拌吗？对，要搅拌一下，倒上去搅拌一下。哦，这样看起来就好开胃哦。对，这是下酒凉拌的。而且这就是夏天最适合拿来吃的料理呀，好棒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而且平常就是像我们上班族，很少有时间可以去菜市场，因为菜市场就是我们上班时间。古时候大部分真的就是买冷冻的鸡肉，但冷冻的鸡肉有时候不一定买得到这么好品质的，甚至是内脏，你根本买不到，很难买到冷冻的内脏。是，所以像这样子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应该很多小资族觉得很开心吧？很喜欢，对，大家在尤其是在过节的时候，大家有放假的时候，对，大家会在家里小桌，那大家其实就是会这样子一个很简单，买个鸡胗，对，赚都不卡就都在蹦酒，多方便，又不用出去拧奖，你现在又疫情，对不对？不用去人挤人去菜市场采买。古早你看，那种好上瘾就有点好上瘾嘅头脑，会做要的东西，对不对？其实真的是非常聪明，有这么多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不止这样，其实。当然有这些丰富的商品，就会被我施工给 Hellboy 发一动到心思同善忙了经营这个农庄。你自己回来农场经营之后，听说
你把以前的一些经营的模式改变了，对不对？有自己的一套。是。那我们来讲养鸡好了。好啊。养鸡这部分有什么样的不同跟以前？养鸡的部分呢，其实我过去在纽西兰跟澳洲是就读饭店管理。跟农场完全没有关系。我想说，可能在澳洲、纽西兰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农场的打工之类的经验。对，完全跟农业没有相关。对。那我是在做饭店管理，所以我把饭店管理的经营的哲学，我把它带到养鸡场里面，就是把养鸡场变成是5星级饭店。哇！对。所以鸡就是你的5星级的客人。没错，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贵宾。哇塞！所以用暗涌给快念，然后给运用在这个鸡舍里面，应该很多长辈，因为听说你的这个农庄其实是阿公辈传下来的，对不对？我目前是第3代重新回到这个台湾来重新建立这个慢慢感觉被没落的传统产业。所以我很好奇，长辈一开始对你这个把鸡当作是你的5星级的贵宾这件事情。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是抱持着一种算是看好，也算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很猎奇吧？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做了这么多很多额外的事项，对于饲养鸡来讲，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哈，你看 David 暗涌暗黑上还取了个英文名字，有没有 David？ 没错。我一开始我问他，我看到疑问给他提一张问题，觉得你真的有下去养鸡吗？我最刚开始是从讲俗话一点，就是从挑鸡粪开始，就是从挑鸡粪开始做起来。那我要在电视机前面证明你真的有在处理鸡，有在养鸡。这个你都不会吃到呀鸡屁股啊、七里香啊，对不对？那其实我不敢吃鸡屁股，就是因为我很担心大家没有处理干净。但 David 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教大家怎么处理鸡屁股，因为你不但枪不会处理，你还有去上课，你有去外面教大家怎么清洗什么鸡内脏啊。对，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鸡内脏其实很多人慢慢的就不太去料理它，也不太去吃它，因为太困难了，太麻烦了。对，那有些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残留等等等，重金属什么的。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推广，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鸡屁股的部分也是，那可以拿一个鸡屁股，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也要好好来学一下，好，没问题。那在这个地方呢，就会看见这里有一个凸起的地方。对。那这个凸起的这一块的里面，其实它就是腺体。那就是鸡在有一些排毒，在有一些累积的部分，都会存在在鸡尾椎里面，出给手才会臭臭的地方。对。那另外呢，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鸡屁股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排出物的地方呢？就会有事。对，但其实不是。真的吗？对，所以其实鸡尾椎呢，它是这样子在大家看过鸡的最尾端会有一些羽毛，翘起来，对，这个就是它尾椎的地方。那其实它的呢，排出物的地方叫泄殖腔，是在鸡的下方。所以那个不是大便的地方。对，这个完全是鸡尾椎不是大便的地方。不是哦，不是。对，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但是那个腺体要把它去除。对，腺体要把它去除。那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先清洗它。先洗过。对。那给天丝鸡头前，这也可以洗，可以洗。天丝鸡头前给嘛个阿棒没给阿婆啊，可能压到肚窝耶。不过要造福一下我们这些小资女，小资女不会啦。那个我说那个电视机前阿嬷阿姨可能已经会了，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会。对，因为像我们处理完之后，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小毛管，是。那我们就是再用手把它拔出来就可以了。对。好，拔除。就这样子，对，就这样子稍微温柔的清洗一下。好，那我们要来示范去除腺体的部分。去除的部分要从哪边切下去？大家会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小凸起，我们就从凸起这个地方把它往下切。对。切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有2颗。2颗？对，我用这个再切一次给大家看。好，换1颗。像这样子，白白的，这个比较清楚。是不是白白的？对，像这2个其实就是腺体。那腺体的部分，我们就是要把它切除掉，这就是有味道的。所以就是把那一块切掉就可以了。对，那切掉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上面还有2块。那这2块呢，我们再做一刀。就这样子，
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味道了。对，那这2个就是味道的来源。啊，原来是这样。好，鼓手有好多好天司机条前的观众朋友，有好多用板来洗鸡屁股，还有鸡屁股并不是给欧式的所在。我今天才知道，我很惭愧，天哪！我主持福起来的按钮的，我都唔知啊，件事情。所以你看 ，David， 你回家多久？你回家经营农场多久？这是我的第3年在台湾。第3年，你就都在周到按用嘞，韩国调整的规个农场。变做呀新的方式，用呀后上人的思维去改变它，甚至连给食的东西都非常非常高级，对不对？他们的吃的东西是吃你们自己特调的饲料，是。然后刚刚有讲到有吃到牛樟芝，对，我们有添加牛樟芝的保健品在它的饲料里面。然后现场我们有看到这些中药，因为给也是嘞，不是要拿来煮鸡汤的哦，是要给鸡吃的耶。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从50年前爷爷在饲养鸡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是延续爷爷的一些传统的饲养方式。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中药材。那首先看到这边，这是黄芪，那这里有蒲公英，那这里有鱼腥草，是，这所以阿公给用时就有让鸡来吃这些，好特别哦。所以连阿公就已经有这个概念，顾少你延续了过去的好的传统。韩国又改良一点自己的新思维，把它加入进去，对，变成一个有新意的传统农场，对不对？所以连这个养殖吃的东西、养殖的方法也不一样。是，其实又给那个环境很重要，你要让它干净，它才会很快乐嘛。鸡也是非常爱干净的。是，听说你们的农场也非常的干净。对，那在我其实刚回来的时候，那环境呢是有非常多的异味，那环境其实需要被整理，那我们大概花了8个月的时间，这么久，大概要花8个月的时间，重新去调整，重新去思想一些新的方式，去找一些网络上面的文献，去可以把它带入到这样子的传统产业里面。对，然后从像养鸡的这些带哈呀的。因为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垫料上面，所以你们的垫料也做了调整。是，那我们的垫料里面是有添加了一些益生菌，那它可以分解掉氨气。那氨气是会造成鸡的阿莫尼亚，没错，阿莫尼亚会造成它的呼吸道的问题。那我们就是透过中药，透过环境的改变，去减缓它的呼吸道的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你们的鸡舍是非常非常的强力呀，就会某用你看按后上给你8年级生的新思维。上来记得还有乜嘅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天意農莊是非常年輕的 David。第二個係轉到台灣過後，又留自家阿公嘅農場接起來，繼續做延續台灣傳統嘅好嘅，韓國又加入自家嘅新嘅思想、新嘅思維、新的路線進去。古時候，真基本阿群妹我有一點大開眼界，覺得原來養雞也可以做得這麼現代化，然後可以做得這麼完整，做得這麼多產品，這麼多樣化，本人按呢片的感覺。韓國唔單槍按呢，還把雞當成是他的客人，然後呢，在雞舍裡面還建了一個咖啡屋，這跟我想象中的真的是不太一樣。想象當中給雞呀，我們講雞舍，客家話講給雞呀，就粗胖胖的都臭臭的，是，但是你卻要在雞舍裡面蓋一個咖啡屋。對，所以我們當初的想法其實很直接。長輩其實一直在極力阻止，就是說，因為在飼養機制上面，很怕會有細菌的交互感染，所以人其實都會帶點細菌，會感染到雞隻，那很怕他們會就是一起集體的，不希望有人來的。對，像觀光農場這種，就是很感覺風險很大。是因為我們比較算是商業在做養殖，那是比較大批量在做養殖。對，所以一死就會對很大批一起死。對，所以。
长辈他们其实不太希望。那我个人呢是先把整体的环境整理起来。我是希望客人可以用五官的感受去来看见说，你们吃到的东西原来就是从这里而来。有点算是食农教育的感觉，对不对？哇，这个咖啡厅很漂亮哎，就是让大家去农场里面走一走，杭州的去顺风，所以哈嘎比喝一下咖啡的感觉。那当初也没有特别想说要去做营业，那就是想要说做一个分享真的啊。所以有时候客人来，其实我们就是请他喝一杯咖啡，哇，跟他们分享一下我们这里的理念。所以哈 Hill 其实也渐渐的，因为整个营运的计划有一点调整，把养鸡的部分移到了别的地方。对，移到哪里？我们目前把养鸡的地方移到了苗栗去了。那就是希望这个大溪这块场域呢，是可以跟大家更多的交流，所以也准备再建置一个更完善一点的地方，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分享。所以可能在后续泰嘎做的 Hido 大溪这边的场做的。也是还是可以看到养鸡的部分嘛，对不对？鸡还是会在鸡舍里面，整个食农教育的环节还是在，只是会更完整。对，那我们另外还是添加了一些像是养鸡的一些设备。在不同的州龄的时候是用到哪些设备，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些比较被隐藏起来的传统产业的一些知识可以分享给大家。这很棒，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快要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因为就是都有屠宰场都有超市就跟我小时候还看过养鸡场哦，不过也哈几间越来越少，真正做的讲看不到，但用。现在如果要现代人去传统的养鸡场，也有一点困难，会有点走不进去。对，古时候呀黑嗓音就上到鸡咧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不会臭臭的鸡舍，让大家可以亲近我们平常吃的东西，做一个很完整的食农教育，让大家知道我们吃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且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让大家可以很聪明的挑选自己吃的东西。我想这应该是你最主要的目的。我最主要想要做的事情。那因为鸡肉呢，它本身就是个冷冰冰的商品，那我们是希望可以添注一些温度，让它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这项东西就不是只是吃的，那它其实还带了跟我们的一些信任感。对，很多真的我可以从这个为什么要就是做这么有温度的东西，他们的包装我也觉得非常有温度。亚德跟 logo 我觉得好新潮哦，是那个橘黄色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 logo。好啊，最刚开始设计的 logo 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是用我自己有一种比较阳光、比较温暖的方式，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品牌。那可以看到那个 logo 的最左下角有一个小鸡的那个脚掌。那个脚掌呢，其实就是我是从鸡开始的这个品牌。那爷爷呢，跟这个地方农场，它就是一个鸡场。所以是从一个鸡开始的一个起源，我是把它放在那个地方。那后面的这个太阳呢，其实它就是象征着帮助别人，给别人光亮，给别人温暖的一个象征。但上面的鸡呢，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就是希望用这只鸡带领着这些温暖、这些温度。分享给大家。对，南腔 logo 非常的正面温暖的感觉。他们的这个鸡应该是生鲜的冷冻鸡吧？这是生鲜冷冻鸡。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像什么美式的商品看起来就是很像炸鸡盒上面会印的东西。这也是你加入的新思维吧？是，那当初就是希望可以把国外的一些元素跟台湾本土的一个传统产业做一个结合。那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的视觉效果，它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我们从国外而来的一些思维、一些逻辑，带入到台湾的一些像爷爷传下来的传统，对，交集在一起。但是讲到这个，我就觉得一定懂得给师太你我们讲长辈就会知道你就好给就好呀，做么刚好又做包装又做设计要做这么多包装，有长辈有这样子的声音过吗？有。那当初大家会觉得说，包装这个东西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需要，不是这么的必要。那会觉得说，
最原始、最经济的包装，其实才是现在的人需要的。但是我会觉得说需要把一个好的东西推广给大家，必须让大家用一种视觉的方式，可以感觉到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很吸睛。对，我们去感看到每次都很吸睛。是，对，所以其实你们的课程，你有大概计算一下，你要得跟银行，你们的客户大概是哪些人吗？目前所拥有的是餐厅的客户群，那他们餐厅就是客家餐厅，对不对？有客家餐厅，因为他们就有给土给啊，鼓手就会问几种餐厅里面卖的白斩鸡，对，餐厅里面的白斩鸡。那另外是有些社区形态的，那还有像是一些有在烹饪的一些妈妈或者是爸爸们，他们有在做料理。他们想要特别把好的东西提供给家里的人，让他们可以吃得健康。对，但他们就会特别去寻找到我们。所以现在主要的通路，黑公天司机条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跟你们买鸡肉的话，应该要怎么样是比较好的购买方式 ？OK， 大家其实可以直接到 Google 到我们天意农庄，那可以跟我们有直接的对接，那我们会在那里地方可以更多的分享一些交流。把一些我们的产品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怂恿一起天意农庄就走的。虽然之前疫情之前，唐贡有出现都很多客家相关的市集在里面，对不对？对，常常在市集出现。但是这1、2年因为疫情的管黑，鼓手有一点停摆。不过疫情快过了，过了之后，某天之后你就都在迪亚不定期的这个桃园客家庄的市集，有机会都在赌都给的。但是我还是觉得，David 回到家里来经营自己的农场，一定非常的不容易。你同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个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OK，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当初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花了家里很多的资源的人，因为你出国念书。对，大家会觉得说你花家里那么多资源，为什么回来被当成是一个鸡贩的感觉？因为泰嘎印象当中，对于养鸡，其实对小农民会觉得跟读书人的地位不一样，在刻板印象当中。是，所以我最想要翻转的其实就是这一块。我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见，其实，在纽西兰跟澳洲农业这块产业里面是很被看重的。那除了亲戚朋友这样子对待我之外，回到我拜访客人的时候呢，他们却把我的名片在我面前给甩掉。对，这是算是对我一个那个当初是最想要放弃的、最挫折的阶段。天哪！你去拜访客户，客户把你的名片甩掉，直接在我面前丢掉。对，哇塞！所以真的要给他们多多鼓励，我觉得很不容易耶。你看，病癌年纪喊卡谁给一类黑上瘾，那做这样子。赚豆腐卡不止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经营自己家里的传统产业。韩国上位老几周都亲厚，真嘅非常嘅冇简单。唔过节目嘅亲密后，我们还有啦，福气一米咯，而且专家同大家来介绍一下，所以你一天应用版保存鸡咯，你要怎么保存鸡蛋呢？夏天呢，其实当初我们在推广鸡蛋的时候，它其实不太需要放置在冰箱，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保护膜，本身就可以保护它。对。但是因为现在的气候变迁，大家把鸡蛋保存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厨房里面，它温度其实是非常高，太热又有火炉。对，所以建议呢，大家还是如果可以的话，鸡蛋稍微用酒精擦拭过。再把它放入冰箱里面做冷藏。像我们这个鸡蛋，每一颗都是经过酒精做擦拭。出货之前，对我们每一颗都会做擦拭。哇，但是所以上面生菌就已经减少了，基本上都已经减少很多。那还是会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买回去的时候，还是如果在意的话，还是可以擦拭一下的。哇，古时候基本已经学到动作，没看得到呀，好上条的转豆腐卡改变起家的传统产业哦。所以非常谢谢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问什么天司机条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向下来做运动哦。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